拍個視頻，跟住攞個 T 牌咧，內地人開 T 牌，嗱呢個咧就刑事嘅嚇，小心啲。最近 PL 呢一行咧，呢條街多咗好多內地公司啊，咁發咗呢條片之後咧，有成300個 comment 講緊中港融合呢一件事啊。係啦，正話講嗰個香港人醒下咧，咁係啦，冇辦法啦，而家咧就鬥捲啊！你見到咧，之前咧我哋成條路喺粉錦公路上咧，而家咧成條巷咧都係唔知香港人啊，內地人都過嚟捲，咁冇辦法啦，咁你只可以適者生存，咁香港人就自強不息啦，咁我哋咧只可以咧就繼續提供呢啲服務，咁香港個好處可能係俾大家更有信心啦，咁好多嘢正正當當咁做生意，咁再加上啦嚇，我勸友商點敢交俾人哋用啦，因為呢件事咧，你如果揸住呢個，你代表呢間公司開呢架車翻你個鋪頭，但係如果你係冇工作證嘅話咧，你一定係刑事責任啊！係啦，注意啊，我係 PL。